ಅರ್ಧ ತೀರ್ಥರ್ಪಣ ಇದಕ್ಕಂತ್ರこの道名前なんですか？この道。この道。この道。これは南門道です。南門道です。為為信與因人皆開口叫吧，高聲叫吧，這裏是全國皆兵。歷來強盜要侵入，最終必送命。千里黃河水滔滔，江山秀麗疊彩峰嶺，文樂國家那場演兵，衝開血路揮手上華，要致烈國家中興，氣國父在中踐踏，個個負起使命。千里黃河水滔滔，江山秀麗疊彩峰嶺，各國家那場演兵，衝開血路揮手上白，要致烈國家中興，氣揚國土在中踐踏，這誰是潛意識？